我最喜愛女歌手嘅表強單位，請你哋上台先。男歌手可以休息一陣先。我哋呢個論壇呢嘅機制同頭先都係一樣嘅，咁就係每一位歌手咧可以講用親族用去講佢自己嘅口號啦，同埋咧就係提問其中一位候選人嘅問題。你睇下佢哋好禮讓，大家。我見奧巴馬同埋麥凱恩佢哋都係咁樣。我上台之前咧要先攬一攬先啦，但係喺耳仔邊講一句咩説話咧係唔知道㗎。好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要即將開始我哋呢一個答問大會㗎啦。跟住落嚟，我哋請另外一位嘅候選人啦，就係何韻詩，30秒時間提問同埋拉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嚟自孤明會嘅何韻詩。掌聲唔該。好嘅，我嘅口號係知行合一。多謝。咩啊？知行合一啊！有冇讀過書㗎？知行合一啊！知行合一。佢要講問。好，你可以提問其中一位嘅選手對手。謝安琪小姐，我想請問，臨近頒獎禮嘅時候，大家都好緊張啲獎啦。你冇時間喎，仲要30秒。係。臨近頒獎禮嘅時候，你個肺而家先嚟爆，你係唔係用個肺嚟換取大家嘅同情心？你只需要答係定係唔係？我會答你，與其換獎，我寧願換咗個肺。你仲有時間，需唔需要補充？謝安琪小姐，需唔需要補充？你仲有時間？好夠啦已經。好。好，咁你另外亦都有30秒嘅時間咧去提問你嘅對手嘅。咁啊30秒嘅時間，而家準備開始。何韻詩師姐，唔係小姐，師姐係點樣師妹？唔好笑。而家樂壇咁有自主權，每一個歌手都可以選擇佢自己嘅嘢。你用究竟你用咩準則去選擇去參與邊一個頒獎禮嘅咧？你一定要作答。你可以揾你嘅律師，但你一定要作答。得未啊？我答得未啊？30秒嘅時間，何韻詩小姐請你作答。其實我同大家投票嘅方式一樣，我喺一個盒入邊將4個台嘅字擺入去，只不過每年都唔好彩，都係抽一中嗰個台。